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业牧师。6月20号，温柔比鞭子有力。今天经文要读到哥林多前书4章14到21节，最后20到21节这样说：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在于言辞，而是在于全能。你们愿意选择哪一个呢？要我带着鞭子去，还是要我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去呢？今天经文持续讲到哥林多的教会，也就是保罗，他实在是语重心长，讲到了我写这信不是要叫你们羞愧，乃是要警戒你们，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。你们学基督的，师傅虽有1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，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。这就是父亲的权柄，就是爱的权柄。拿起了权柄，不是为了能够发怒气动怒，不是为了要疏解父亲的情绪，乃是在爱里，父亲要管教儿子，是要让他能够醒悟过来，是要让他知道自己错了，赶快停止，然后回转。但我们做肉体的父母们，我们常常因为自己所遇到了许多的事情，可能郁闷，可能在家里关很久了，或者是有许多烦恼的事情，以至于我们可能会迁怒。我们平常觉得 OK， 我们的儿女们或我的朋友或我身边的人，我的亲人，我的同事，这样的举动或许不会使我动怒，但是在一些情况之下，却轻轻的就能够引爆我们。父亲为父的心不是这样。今天经文继续要来教导我们，父亲的爱是有行动的。到21节说，你们愿意怎样呢？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，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？你们愿意我怎样呢？应该这样讲，如果我们今天被管教，这位天上的父来管教我们，我们愿意我们的父，我们天上的父怎么管教我们呢？是带着刑罚的杖吗？还是他有权柄温柔的心来教训我们，使我们醒悟过来，使我们真知道我们错了，我们离了神，我们应该赶快回转来归向神呢？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想我们有很多的经验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用语言来鼓励人，甚至我们用语言来提醒人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用语言来造就人分享生活中的见证。但是当我们没有神的全能的时候，这些受伤的人，他其实反而觉得我们所说的话是带刺，是讽刺我们是批评，我们是论断。所以我们真的上帝的主权不在于言辞，而在于全能。我们要说我们若是能做什么事对人有帮助，是因为主的全能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影响人的，不是我们说什么可以影响人的。今天保罗再次来提醒我们，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要学这个保罗一样，以他为榜样，就说我们呢，就是以神的价值观愿意来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态度。保罗呢，他认为基督徒的光呢是有爱跟热情是的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光有爱跟热情，其实它会久了，其实它会冷却的，它会没有力的。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全能。所以保罗最后就是来告诉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主是有慈爱温柔的心，用温和而坚定的心，他来扶持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不要觉得理直气就壮。或许我们理智，我们更应该尊重眼前这个神所爱的生命。如果是神，他会怎么做来教训眼前这个人呢？
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眼前的人，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跟人。因为这个人可能不可爱，但他却是神所爱的。神爱每一个人，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。愿我们都有神的全能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理直的时候，我们气能够柔和，我们所说的话有神的全能，用温和坚定的力量去使人遇见神，使人的生命来改变，那么会比鞭子更加的有力量。因为鞭子带来的可能是毁灭，带来的是人跟人的隔断，使人可能就远离了人，远离了神。他对我们有误会，也对我们所信靠我们所服侍的神也有了误会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活出神里面的爱跟他的温柔信实，跟神他给人恩慈，我们也来学神一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上帝，我明白唯有基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，你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。求你帮助我，因为主耶稣的爱使我愿意改变自己，成为有智慧、温柔、温和，能够来见证主你的基督徒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活出属神儿女那个美好的见证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，也给我们鼓励5星级的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